今日係嚟到深圳博林天瑞喜來登酒店行政預警套房。呢間套房呢，佢係以一個圓拱形嘅設計嘅。一入到嚟呢，首先呢，走廊嘅右手邊就係一個洗手間，沿住走廊就有一個裝飾品。離開咗洗手間，走廊嘅另一個右手邊呢，就係衣帽間。穿過衣帽間，就會去到睡房區。酒店今日呢係有一個裝飾俾我哋嘅。離開咗睡房區之後，就去到另一個洗手間。而呢個洗手間係有浴缸嘅。浴缸係附設咗電視，兼且係有企缸嘅。